南市北区进行里的守望相助队，摕到内政部的标杆社区奖。伫台南市开元路美国学校一带进行里，逐工拢有派3个人负责巡逻社区，另外就是帮助关怀点送餐或者独居老人，逐礼拜拢伫做，到即摆已经推动6年啊。今年进行社区佫得到内政部标杆的社区奖，再加上一般组的绩优奖，总共摕到2面的奖牌。基于我们落实我们在地的服务以外，然后我们做到了社区关怀。金陵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侯美惠表示讲，除了巡逻送餐以外，守望相助工作服务范围真宽，尤其是对弱势甲独居老人的关怀，更加是大心的照顾。主要就是希望讲好社区民众，一些生活在健康、快乐、安全的环境中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